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前2集咱有介绍秋天、冬天甲四季拢有的季节，即摆咱要来介绍的是春夏秋冬内底的春天，就是3月份到5月份的季节。娃娃 TV。梅啊，这种季节无适合直接生食，一般拢是爱加工过才通好食。梅啊会当摕来做咸梅啊，嘛会当摕来做梅啊醋，佮会当用来浸梅啊酒，嘛会当用伫料理内底。梅啊的生产期是3月份到5月份。旺来有真侪品种，我知影的就有色卡旺来、牛奶旺来、苹果旺来，所以旺来基本上嘛是四季拢有。毋过若是要会甜好食的旺来，就要等3月份到7月份啊。酸影嘛有分几落种，亲像3月份到4月份的土酸影，4月份到7月份的爱文，甲5月份到8月份的金黄。酸影的生产期是3月份到8月份。酸材是真好的果子，毋但会当补血补气，阁会当预防癌症哦。酸材的生产期是4月份到6月份。榴莲是一种有足特殊气味的果子。中医师讲，榴莲是足补的果子，身体较寒较虚的人会当食榴莲来补身体，毋过有糖尿病的人就毋通食哦。榴莲的生产期是4月份到7月份。葡萄有乌色、橘仔色、红色甲白色的。乌色的葡萄会当提升人的免疫力，橘仔色的葡萄会当顾目睭。红色的葡萄力量是上佳的，会当改善血油。白色的葡萄有降血压的作用。葡萄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过当年的2月份。西瓜的生产期是4月份到6月份。其实西瓜应该嘛是规年通天拢有，毋过若是要好食会甜的西瓜，就是4月份到6月份这个时间啊。奶枝是一种足好食的果子，毋过我有一个在种果子的阿伯甲我讲，奶枝一定爱抓农药，无一定会互虫蛀了饲袂活。所以农民迄农药拢抓足济，即摆奶枝真毒，叫阮较莫食的。奶枝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7月份。樱桃会当补血，避免心脏病，对抗身体发炎，阁会当改善困眠，是一种真好的果子。樱桃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7月份。李亚有消毒疲劳、增加抵抗力甲改善欠血的作用哦。毋过胃无好的人就较莫食的。李亚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8月份。刺泡，咱冬天迄集有讲过，伊是草黄的野生种，一般拢是发伫咧路边、田边这所在。刺泡一般拢是伫5月份到8月份这段时间才熟，才会当慢来食。西瓜果会当改善闭结甲下骨，阁会当顾目睭，提高免疫力，控制血糖，降低着心脏病风险，嘛是真赞的果子。西瓜果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10月份。蓝莓会当降低着癌的风险，阁会当保护血管、降血压，预防糖尿病、失智、泌尿道的感染，阁会当顾目睭哦。蓝莓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10月份。山竹会当增加免疫力，抵抗身体发炎，阁会当对抗癌症，降低着心脏病甲糖尿病风险。另外，山竹嘛会当减轻过敏的症头哦。山竹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10月份。
火龙果，火龙果有白肉甲红肉的，食火龙果会当帮助消化，嘛会当减肥哦。毋过食火龙果的时阵爱注意，的时阵会放出乌毛，若是食红色的，会放红色乌毛的物件出来哦。火龙果的生产期是5月份到12月份。好，以上就是15种伫春天开始生产的果子，提供互大家参考一下。毋过，这个生产时间无一定会准，敢若会当参考尔尔。这句我逐前拢爱讲一摆，惊有新观众毋知影，就走来甲我骂讲：这果子明明就四季拢有，这果子毋是这个时阵生产的。我已经讲明啊，参考尔哦，莫走来甲我骂哦。好，所来咱来复习今仔日所学的果子：梅啊。梅啊，旺来，旺来，酸呀，土酸呀，爱文，金红，酸呀，土酸呀，爱文，金红，生仔，生仔。榴莲，榴莲，葡萄，葡萄，西瓜，西瓜，奶鸡，奶鸡，樱桃，樱桃，梨呀，梨呀。气泡，气泡，西瓜果，西瓜果，南园，南园，山竹，山竹，火龙果，火龙果。好，大家拢学会晓吼。这15种果子内底，我上爱食酸呀，毋知影大家较爱食倒一种咧？欢迎留言甲我分享。甲顶边同款，爱记诶上无果子诶名爱用台文写出来哦。既然咱拢学啊，就爱来练习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咧，我就把起赞个爱分享出去，也袂电话观众朋友嘛，袂只是只电话咧，回归新动安尼看到叔叔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袂记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起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后一个节目再会。